伫咧台北艋舺地区的茶馆，因为疫情关系暂停营业到大约3个月啊。台北市政府也讲会分做3阶段豆豆辅导，按算9月就一寡业者会当恢复营业。市政府嘛强调讲，这茶馆的服务一定要单纯。铁门拢拖落来，门口打暂停营业的公告，这是艋舺地区的茶馆区。因为过去未少确诊案例伫遮行大过，已经关门真久啊。今麦台北市政府宣布开始规划，希望伫9月份，互业者渐渐恢复营业。要恢复哦，当然是好啊，无阮无钱通赚啊，租厝爱钱啊。我们透过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沟通宣导，第二阶段是副业辅导。第3个阶段是稽查管理。蔡炳坤强调，规定会严格要求业者袂使有色情的内容，商业登记嘛要甲实际符合，毋茫用这款方式去除茶馆的污名，恢复互时代开港的功能。主要还是辅导业者符合市府跟中央相关的法规。那针对它相关的副业期程、防疫标准，还有业者施打疫苗部分，其实这部分全都是依照中央的一个规定。那8大在目前还不是在我们开放的一个项目。那至于市府里面对地区的文化、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比较了解，那也许他们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跟我们做讨论。蔡炳坤表示，业者有成立自治会，伫防疫自律顶悬用心，市政府希望会使趁这摆的机会，甲业者充分沟通，互已经有一甲子历史的艋舺茶馆文化中心开始符合所有民众的期待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